申命記第15章，每逢7年末1年，你要施行豁免。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：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居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，因為耶和華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。若借給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討，但借給你弟兄，無論是什麼，你要鬆手豁免了。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，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。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，耶和華就必大大賜福與你，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必照他所應許的你的賜福與你。你必借給許多國民，卻不致向他們借貸；你必管轄許多國民，他們卻不能管轄你。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，無論哪一座城裏，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，也不可忍着心，靠着手不幫補你窮乏的弟兄，總要向他鬆開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，補他的不足。你要謹慎，不可心裏起惡念，說第7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惡眼看你窮乏的弟兄，什麼都不給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華，罪便歸於你了。你總要給他的時候，心裏不可愁煩，因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這一切所行的，並你手裏所辦的事上賜福與你。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，所以我吩咐你說，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。你弟兄中若有一個希伯來男人或希伯來女人被賣給你，服侍你6年，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你任他自由的時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從你羊群、禾場、酒榨之中多多地給他。耶和華你的神怎樣賜福與你，你也要照樣給他。要紀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，耶和華你的神將你救贖。因此我今日吩咐你這件事。他若對你說，我不願意離開你，是因他愛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裏很好，你就要拿錐子將他的耳朵在門上刺透，他便永為你的奴僕了。你待婢女也要這樣。你任他自由的時候，不可以為難事，因他服侍你6年，較比僱工的工價多加1倍了。耶和華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。你牛群、羊群中頭生的，凡是公的，都要分別為聖，歸耶和華你的神。牛群中頭生的，不可用它嚟耕地；羊群中頭生的，不可剪毛。這頭生的，你和你的家屬每年要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，在耶和華你神面前吃。這頭生的若有什麼殘疾，就如瘸腳的、瞎眼的，無論有什麼惡殘疾，都不可獻給耶和華你的神。可以在你城裏吃，潔淨人與不潔淨人都可以吃，就如吃羚羊與鹿一般，只是不可吃他的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樣。